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 而家嚟到嘉景花園大廈一個實用830尺嘅單位，單位係3房2套加工人套，仲包埋一個車位、連天台，裝修非常精美。我同大家即刻去參觀一下。呢個係嘉景花園大廈嘅3房2套單位，一入門口，我哋見到一個好寬闊嘅客飯廳，現場見到裝修精美。我哋去露台望一望先。呢個係高層單位，景觀開揚。跟住我哋望一望房，呢個係套房嚟嘅，非常光猛、方正實用，洗手間亦都好精美。睇嚟業主都有一個心思去設計。呢個係第2間套房。精美嘅洗手間，3房2套嘅同居咧都係比較少人。跟住我哋睇第3間，廳大房大，好實用。最後我哋睇廚房同埋工人套房。廚房同埋工人套，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請你馬上聯絡Henry 907643約睇，多謝大家。